當你以為特斯拉嘅 Robotaxi 係未來出行嘅答案，點知內部經理爆大鑊，直指佢哋嘅測試車隊人手短缺到變成已喺公共街道上滾動嘅危險品。呢單嘢唔係街坊投訴，係前項目經理自己入稟法院告公司嘅內容。呢位叫 Javier Medrano 嘅前主管負責管理侯斯頓嘅全自動駕駛測試車隊，佢話公司慳皮慳到極致，根本冇足夠人手去監管同維護成隊車。結果呢？啲車就變咗冇王管嘅計時炸彈，喺街道周圍走。特斯拉官方當然唔會認啦，但係一份法庭文件嘅殺傷力遠超任何公關廢話。呢種管理方式就好似你開間5星級餐廳，但廚房得一個學徒仔，又要佢買餸，又要佢煮嘢，仲要佢出菜收錢。你話碟餸出到嚟會唔會係災難？自動駕駛系統本身就複雜到極，你連最基本嘅地面運營同安全監管團隊都唔肯俾夠人，咁同將一部未效好嘅洗衣機駁去全屋水喉有咩分別？一爆起上嚟就係全屋水浸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特斯拉成日將以顛覆同創新掛喺嘴邊，但原來底層嘅運營邏輯仲原始過啲山寨廠。慳埋啲雞碎咁多嘅人手成本，就將公眾安全當作賭注，呢啲唔係創新，係極度不負責任。公關講到天花龍鳳都冇用，法庭文件白紙黑字寫住你啲車係滾動危險品，仲想呃邊個水魚？真係抵死！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